嗱，屬羊嘅朋友嚟到馬年咧，係合太歲喎。羊同馬本身係好朋友嚟嘅，所以喺呢個年份入邊咧，算係唔錯㗎。但係合太歲年份都需要留心㗎，因為有30%嘅朋友咧，好似沖太歲咁，會變化比較多。尤其是喺家宅運入邊要注意下，70%嘅朋友咧，算係相當唔錯嘅。好在今年都有吉星照住，有太陽星。太陽係代表遠方嘅星，有呢個星嘅話咧，其實出外工作係好㗎，因為太陽嘅本質係照遠唔照近啊嘛，多啲嘅走動係唔錯嘅。而太陽亦都係男性嘅貴人星，有呢個星嘅話，如果你做嘅生意係同男士有關，譬如男士嘅服裝啦，又或者汽車啦、模型啦，呢一類以男性顧客為主嘅話咧，今年可以話係財源滾滾㗎。另外仲有天空，代表天馬行空，今年嘅想像力係唔錯喎。而至於歲合呢個吉星咧，係一個桃花星嚟嘅，咁但係人際關係都會係好㗎。空星方面有晦氣星，代表住同人溝通不足啊，所以雖然今年咧係多人揾你，又或者朋友比較多，但係容易得罪人而自己唔知道嘅噃。其實喺呢個年份最好就係裝修下屋企，不論係換下大型嘅家私，又或者換下床墊、窗簾都係好㗎，可以令到個家宅運好啲，長輩嘅健康好啲，自己運氣都好啲㗎。